首先多謝主啦，呼召俾我有恩典向大家宣講主嘅話，亦都多謝主席嘅簡介。咁今日嘅講道咧，就未開始前咧，我想同大家重溫一下。記得舊年同大家講學習成聖功課第9講喺創世記講到作慈悲忠誠嘅代禱者，大家都記得嘛？嗰個上下文就係耶和華向亞伯拉罕啟示，佢將要消滅呢個所多瑪同蛾摩拉，因為罪惡甚重。咁亞伯拉罕就喺度向佢祈求。點解向佢祈求呢？因為佢心係好掛住嘅侄仔羅德。大家都知道喺創世記前嗰幾章，當羅德被擄嘅時候，佢都帶啲兵馬兵丁去追殺冒住生命危險。我哋知道佢心係幾咁紀念佢嘅侄仔。上一次當我哋睇亞伯拉罕嘅代禱嘅時候，我哋睇到呢個係好謙讓、謙卑，但係亦都好大膽嘅禱告。亞伯拉罕話：我雖然係灰塵，但係我仍然敢對主嚟講話。求主不要動怒，容許我再講多次。我還敢對主講話，不要動怒，我再講多一次。英文有句話叫 push the envelope 好似逼下。但係大家都知道，亞伯拉罕佢代禱個根基係建基喺耶和華嘅公義當中。佢3次提出一個好尖銳問題。第一，佢話無論善惡，你都要消滅嗎？將義人同惡人一同殺，將義人同惡人一同咁看待。言下之意，你要消滅2個城，但係當中會有啲義人會一同當災。喺上一次嘅講道當中，我同大家思考咗3個神學嘅重點。第一，亞伯拉罕佢能夠為2個有罪孽深重嘅城嚟代求，原因就係佢同耶和華有一個好特別嘅關係，立咗約，耶和華稱佢為義，耶和華將個旨意講俾佢聽。各位，你同我能夠參與代禱，亦都因為呢個特別嘅關係，我奉耶穌嘅名向我哋嘅上帝天父去祈求，因為佢旨意藉著佢嘅話語講俾我聽。嗱，反思第2點就係講到亞伯拉罕佢懇切咁去祈求，但到頭來冇改變到耶和華預定要審判嘅旨意，到頭來2個城都受到消滅。我今日聽個讀經都聽到。最後一點喺個代禱當中，亞伯拉罕冇傾心吐意咁同耶和華講話，求你救我侄仔同佢一家人啊！佢冇講，佢只係同耶和華喺度討價還價，講到公義問題。但係內心嘅要求，主係知道，而佢主最後都將佢嘅心願向佢償還，應允佢嘅，完全係屬於唔係公義而係憐憫。今日我哋繼續嚟睇學習成聖功課第10講，主題係一子錯滿盤皆落索。呢個唔係講打麻雀一子錯滿皆落索俾人食糊啊！喺我思考呢個問題當中咧，我有一個挑戰可以咁講。當中有啲弟兄姊妹聽我講到，如果冇話30年都有25年啩，係咪啊？咁我諗啲嘢，你大家都知道未出聲，你知道我要講啲咩嘢？講呢個經文，大家查經聽過多次，網上都好多資料講到羅德嘅妻子變咗鹽柱，有咩功課要學咧？咁當然就唔好回頭望啦，回頭望就變鹽柱。咁喺當中咧，我喺度思考緊，我採集啲資料可以講2堂道、3堂道都夠，但係唔可以只係講1堂。有咩要講，有咩唔可以講，有咩應該講。所以如果今日當中有弟兄姊妹聽過我講嘅，咁我希望你見諒。有弟兄姊妹你唔明白我講緊咩嘢嘅，我亦都希望你見諒。假想你搭飛機返香港啦，咁大家做啲咩嘢㗎？你搭國泰夜晚返去就瞓覺㗎啦，第日就到啦。因為點解咧？因為咧航空意外嘅發現率咧係好少99.99%都安全。咁大部分時間我哋都係瞓覺到預咗。但係而家搭飛機有時間我個充電寶俾人收咗喺機場嗰度，因為有啲嘢唔可以帶上去。因為原因咧就係咧好容易咧會着火。假定你喺個飛機當中飛緊啊，突然之間你見到個火喺度燒緊，咁你個心情點樣？咁可以圍觀睇下你點樣救熄佢先啊！喺搭飛機咧又有意外，雖然個發現率好低俾行雷閃電劈，機會好低，但係都會有。假定你又搭飛機，而飛機當中係出咗事，舉個嚟講，其中引擎着火。而嗰個機師已經宣布，各位車組，你個救生衣預備，我哋架飛要衝落海啊！
當你聽到啲聲音之後，你嗰個感受係啲咩嘢啊？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啦。你做個練習啊。假想你知道喺5分鐘之內你要面對死亡嘅現實，有啲咩反應？有啲人怕死啦，有啲人就禱告啦，求主施行神蹟啦。有啲人咧就心安理得啦，與主同在，好得無比。咁喺兩個極端當中，你會喺邊度咧？當你面對死亡嗰刻，你嘅反應係乜嘢？就表明出你內心中真正嘅渴求係乜嘢？咁呢同我今日講信息有乜關係咧？賣關子，我大家一齊嚟禱告。基本上就係我感謝你今次嘅寶貴話語，再次提醒俾我哋知道要學習嘅功課係乜嘢。我就求聖靈你幫助我，幫助弟兄姊妹，幫助當中嘅慕道友，我哋大家都能夠同感恩靈，聽到主你親自向我哋每個人講話。當我聽到主你嘅話嘅時候，我哋心思念會被改造過嚟，我哋會樂意咁去學習遵行你嘅旨意，將榮耀歸翻俾你。聽我哋禱告，加上救主耶穌基督，阿門。今日繼續去講創世記嘅第19章，差唔多係埋尾嘅話。喺呢段經文當中，大家查經都查過，嗰兩個人呢係天使啦，對住羅德講：你仲有冇其他人啊？有冇女婿啊？嗱，一切你嘅人呢，你都可以叫埋佢一齊嚟，因為咧呢個城，我哋要將佢哋從呢個地方帶出嚟。原因就係咧，佢哋嚟嘅目的係要毀滅呢個城。因為城內嘅罪惡嘅聲音喺耶和華面前甚大，咁大家都知道，再睇前嗰半部啊，城裏邊嘅人見到佢兩個天使咁啊，都係睡男啦，係嘛，想嚟同佢哋同行淫。呢個城市嘅道德敗壞係值得審判。咁到咗天光啊，羅德都仲唔肯走，咁天使就催促羅德起來，帶着你妻子同你兩個女兒出來。因為佢兩個女嘅未婚夫唔相信，結果就冇嚟到，免得你因這城裏的罪惡同被消滅。會話講神嘅拯救係有條件，你要相信，你要遵行，你要順服。如果唔係，你就要面對呢個惡果。回想以色列人出埃及，神要佢哋耶和華要佢哋將一啲血山羊嘅血灑喺門檻上，咁佢逃避宰殺嘅長子，擊殺長子。如果佢唔聽話咧，呢個惡果就會出現啦。亦都係講呢兩個天使對羅德講：我計時炸彈開始已經滴噶啦喎，你快啲，時間冇多噶咯喎，快脆走人啊！如果唔係一齊炸死噶。但係羅德咧延遲不走，大家睇唔睇到？羅德佢係唔願意離開嘅，因為佢一生嘅積蓄喺呢度，因為兩手清清咁啊走咗之後乜都冇晒。但係兩人因為耶和華憐恤羅德，唔係一陣要問點解耶和華憐恤羅德咧？係咪羅德佢本身喺耶和華面前被稱為義咧？答案當然唔係，係因為耶和華同亞伯拉罕嘅特別關係。佢憐恤羅德嘅時候咧，呢兩個天使就拉住佢手同佢妻子嘅手，並佢兩個女嘅手，將佢領出嚟。亦都係講，如果唔拉佢手咧，佢就唔會出去噶啦。佢出咗去就話走啦，唔可以回頭看啦，亦都唔可以站喺個平原嗰度，記住喺山上逃跑，免得你哋兩個被消滅。同樣，你要得救咩？你要符合個條件。喺當時，耶和華將硫磺同埋火從天上，又話從那裏降與所多瑪同蛾摩拉，把那城和全平原城裏嘅居民，所有地上生長嘅都毀滅了。呢個差唔多可以嘅地獄嘅景狀。而經文最後一句，羅德妻子在後邊回頭一看，就變成了一根鹽柱。而到頭來，最後只有羅德同佢兩個女兒得救。我哋聖經係睇過，大家都耳熟能詳呢個故事。我想同大家一齊做深入嘅教牧神學去反思一下。羅德嘅妻子變成一個鹽柱，對我哋嚟講有咩應用價值？係每次你審言，你諗到羅德嘅妻子咧？當然唔係。同大家思考有5點啊！今次如果可以講咗，可以講個半鐘頭得㗎。我將我全部嘅精華濃縮喺5點當中。第一點，羅德同佢嘅家人，包括佢兩個女，同佢老婆開頭嘅時候，能夠逃離
個災難，唔係因為羅得佢本身嘅義，但係因為個特別嘅關係。首先我哋講羅得嘅家人能夠逃難，因為佢同羅得有個特別嘅關係，係佢女，係佢老婆。而羅得蒙恩，因為佢同亞伯拉罕有個特別關係，因為佢個侄子佢老豆臨終交託俾亞伯拉罕去撫養。而到最後，羅得蒙耶和華嘅憐憫，因為同佢有特別關係嘅亞伯拉罕同呢個主耶和華更加係一個與眾不同嘅特別關係。你同我都知道，尤其是喺華人嘅社區裏邊，你要有成功嘅，你就要識得人脈，人際關係非常之重要。所以點解呢啲人就算冇乜錢啊，中產階級都希望啲仔女讀私校，因為你同嗰啲同學啊，以前嗰啲個個老豆都係上流社會，關係好緊要，人際間嘅關係重要。而我哋喺同神嘅關係更加係重要。你有冇想過點解神揀選你得救？點解神唔定你嘅罪呢？如果你要答呢個問題，就因為咧，你同一啲人有特別嘅關係，而呢同你有特別關係嘅人咧，佢曾經為你代求，佢曾經向你傳福音，而呢啲向你代求傳福音嘅人，佢同神有個特別嘅關係，因為佢奉耶穌嘅名，而耶穌基督同天父亦都有個特別嘅關係，因為佢係聖子。大家睇唔睇到一個相似嘅地方？你同我能夠信主得救蒙恩，唔好講話得救啦，我而家仲未得救啦。得救嘅途徑當中咧，係因為上帝揀選當中，係因為有啲人同我哋有特別關係。呢個人曾經向你代禱嘅人，向你傳福音嘅人，佢同耶穌基督亦都有個特別關係。但我反思第二點，羅得同佢家人有逃離呢個災難，唔係因為佢哋嘅義，乃係因為耶和華上主嘅憐憫同恩典。當亞伯拉罕為兩個城去求嘅時候，到最後佢話有30個人、25個人得唔得啊？到頭來10個都冇。而當我哋睇呢個故事嘅時候，我要問，到頭來羅得佢能夠得救，佢同兩個女得救，係咪因為佢哋嘅義咧？當然唔係。你繼續睇個故事落去，睇到羅得2次飲醉酒，唔係1次，有2次同佢女亂倫，可以講冇一個人係義人，包括羅得同佢家人在內。經文講俾我聽，羅得言辭不肯走。如果我哋要批判佢老婆，話佢回頭一看，因為個心仍然黐住嗰2個城嘅財富，羅得何嘗唔係一樣？而如果唔係呢2個天使，因為耶和華嘅憐恤，夾硬拉住佢手，拉住佢老婆嘅手，拉住佢2個女嘅手，佢2個一齊都會被燒滅。變唔變現處係另外一回事啊！羅得佢唔係一個義人，但係佢被耶和華所接納，佢哋係稱義，而佢為耶和華所接納，因為有一個人同佢有特別關係，就係佢叔父亞伯拉罕。而亞伯拉罕因為信耶和華，耶和華就稱他為義，並唔係話亞伯拉罕本身有咩義，我哋都睇過好多次，佢本身都有好多瑕疵，但係因為佢信心，耶和華稱佢為義，而佢因為佢嘅關係同神嘅關係，神突然間施憐憫俾羅得。你同我能夠逃避上帝將來嚴厲嘅審判，唔係因為你嘅義，係因為天父嘅恩典同憐憫。而呢個係藉着我哋同耶穌基督嘅特別關係。主耶穌話：我就係道路真理生命。呢個猶太人所講，我就係嗰條又真又活嘅路。除了我，冇人能夠到父那裏去。你藉着耶穌基督，你去到神嗰度，神就成為你嘅審判官，你嘅罪就會成為你被懲罰嘅證據。而我哋能夠藉着耶穌基督嘅義嚟到呢個上帝面前，佢成為我哋嘅父。就反思第3點，羅得嘅老婆，我唔知叫咩名，佢逃離咗硫磺火嘅毀滅，但係到頭來，因為佢唔聽命，結果到頭來都仲未能夠得救。得救呢個係好常用嘅術語啦。
如果你去到考古學家咧，去到當地嘅地方度，你發覺有啲好多鹽柱啦，究竟呢個係咪羅德嘅老婆咧？我哋唔知道啦。如果大家去睇一啲釋經書或者一啲靈修一啲油管，講到羅德嘅老婆，我諗個信息好清楚嘅，唔好學羅德嘅老婆，要聽上帝話。如果唔係咧，你要受罰啦。咁呢個信息好簡單啊，個個都知道。但我想同大家再深入去一點去思考，就係話我回想一下以色列人佢聽摩西嘅話，因為摩西代表耶和華講話，佢遵行耶和華嘅旨意，殺咗隻羊，塗咗啲血喺門檻上，所以嗰晚嚟到個天使冇去施殺佢哋嘅長子，佢能夠逃離呢個災劫，離開埃及，離開紅海。但係當佢到咗曠野嘅時候，到頭來係咩原因？係咩結果呢？到頭來因為佢哋唔信服，除咗兩個人進入唔到應許地。我要問，究竟呢班以色列人究竟得救未得救呢？一方面好似羅德嘅老婆咁逃離一個災難，另一方面進入唔到神為佢預備嘅地方。我哋大家一齊會翻到去申命記嗰度。申命記就係摩西，佢自己本身進入唔到應許地，但係佢臨終喺個約旦河之前，當一班新嘅一代人要進入應許地嘅時候，佢提醒佢哋，佢無論你哋中間，無論男或女，族長又好，支派長又好，唔理你個地位幾高啊，你今日心裏偏離耶和華我哋嘅上帝，去侍奉別國嘅神，你入到應許地咯。如果你咁樣做嘅時候咧，耶和華必不饒恕他，耶和華嘅怒氣同憤恨要向他發作，如煙冒出，將這書上所寫一切嘅詛咒都加在他身上。你睇唔睇到上帝嘅恩慈，亦都有佢嚴厲嘅一邊。繼續咁樣講，當你睇到遍地有硫磺、有鹽鹵、有火跡，冇人耕種，冇人出產，連草都唔長一次，就好像耶和華在憤怒中所傾覆嘅所多瑪和蛾摩拉一樣。而呢啲地受詛咒，因為呢地嘅人離棄咗耶和華佢哋列祖嘅上帝，領佢出埃及地嘅時候與佢所立嘅約，佢侍奉敬拜素不認識嘅別神，所以耶和華嘅怒氣向這地發作，地再次被詛咒。好似創世記翻到去第3章之後，所以書上所寫一切嘅詛咒都降在呢個地上。各位，約書亞亦都提醒佢哋嘅同胞，佢話以色列人喺曠野走40年，等到國民就係出埃及嘅兵丁都消滅了，死在曠野。因為耶和華向佢哋起誓，唔係起誓祝福佢，係起誓永不容佢哋睇到耶和華為佢哋列祖所起誓應許賜俾佢嘅地，就有流奶流蜜嘅地。呢個上帝嘅起誓，他在怒中起誓說，他們斷不可進入我安息，他們斷不可以睇到我向佢列祖所起誓嘅應許，睇都冇得機會去睇，凡藐視我的一個也不能看見。各位，當我哋傳講上帝恩典、慈愛、寬恕嘅時候，我要明白聖經嘅神係一個會發怒嘅神，他不輕易發怒，且有豐盛嘅慈愛同恩典。但係佢係一個會發怒嘅神，係會審判罪人嘅神。就算新約時代，大家都記得，當你睇《使徒行傳》第6章，阿尼利亞、撒非拉因為欺哄聖靈，結果咩啊？心臟病發被定罪。喺當時候係一個好震撼嘅事。唔係耶穌基督寫十字架上已經完全為我洗淨我罪咩？點解我仲要面對上帝嘅懲罰？點解佢仲要死啊？呢個係神學問題，又要另一堂道去解答。今日所講嘅嘢就係話，呢啲嘢唔係話聖靈降臨咗之後就唔會發生。反過嚟，教會2000年歷史，呢事層出不窮。我個人所認識嘅牧者傳道人，因為婚外情離婚嘅，起碼有7對，冇8對嘅時候。唔係話佢哋唔知道上帝要求，唔係話佢哋唔知道聖潔嘅重要性。到最後有一個同工曾經何時同保羅出生入死去傳揚福音，呢個就叫底馬。到保羅寫提摩太後書臨終嘅時候，佢話因為底馬貪愛現今嘅世界，離棄我往帖撒羅尼迦去。呢個宣教士，呢個傳道人，呢個曾經與保羅同工，到最後係萬年不保。
咁好多人話係咪我哋信徒啊會失去我嘅救恩？係咪有啲人話一次得救永得救唔正確？係咪話我哋而家佢主得救嘅，我哋仲有機會會失去我嘅救恩咧？呢個亦都係好嚴重嘅神學問題啊！咁啊，大家知道有兩派但未離合派啦，就最重你人嘅意志啦。一個人咧，你靠你意志決志去信主啦，但係亦都因為你意志決定咧離開主而家失去你救恩。另一派加爾文派又話唔係一次得救永得救，因為呢個救恩係從上帝而嚟。今日咧唔係一個神學討論問題，我只俾大家一個挑戰。聖經提醒我哋，唔係因為你某種原因被神所接納，你就可以放肆做你想做嘅嘢，而忘記咗上帝係一個嚴厲嘅上帝。我再次嚟睇就反思第四點，羅得嘅妻子到最後唔能夠進入呢個得救咁講啊，原因就係上帝為我哋留下一個恩典嘅警告。亦都係講，如果耶和華想去拯救羅得妻子，個天使可以話你唔好轉面啊，我撳住你條頸啊，轉唔到，想轉都冇得轉，可唔可以咧？當然可以，但係佢容許佢犯錯，好叫佢成為我哋嘅警戒。當研習舊約嘅時候，有一個好小心，就係唔好俾道德嘅捆綁，唔好去批判羅得，唔好去批判佢兩個女，唔好去批判佢老婆。要明白，我哋係當中嘅其中一份子，我要扮演其中一個角色。我哋每個人都會成為羅得嘅妻子。喺危急關頭，我哋仍然去暗戀住地上嘅嘢。當你話我哋唔好學羅得嘅妻子，你學佢咧就死緊啦。你講嘅啱唔啱咧？啱。所以好多人解經解呢度講唔好學羅得妻子啊，啱。但我提醒你，你唔係喺度傳講恩典，係傳講律法。因律法就好明顯，你做得啱你就被神所接受，你做得唔啱你就唔被神所接受。但係恩典就係話你做得唔啱，神都仍然接受你。所以我唔係從嗰律法角度去睇羅得嘅妻子變成鹽柱，我從我恩典嘅角度去睇。當大家用鹽嘅時候，你知道鹽嘅作用係攞嚟保鮮啦、防腐啦。但喺舊約聖經裏邊講，鹽亦都扮演咗另一個角色。英文叫做 salt covenant，covenant of salt 有鹽之盟約。喺利未記嗰度犯獻為素祭嘅供物，即係唔係牛羊係植物嘅素祭啊，都要用鹽去調和。喺素祭上唔可以缺乏你同神立約嘅鹽，一切供物都要為配鹽而獻。而會話講喺神嘅角度嚟講，鹽係一個立約嘅象徵。而羅得嘅老婆變咗鹽柱，就係神用佢去警醒我哋一個約，唔好學佢有貪戀世上嘅一切。保羅喺哥林多前書提醒當地嘅教會，一個道德非常之敗壞嘅教會。一些人好標榜佢哋屬靈，佢哋驕傲，但道德上就一敗塗地。保羅提醒佢哋，哥林多前書第10章第11節，佢哋呢班喺教會裏邊遇到神審判嘅人，到最後進唔入到應許地嘅人，呢事記載落嚟係要作為鑑戒。寫在經上係要警戒我哋呢班末世嘅人，亦都係講羅得嘅妻子，如果神要拯救佢係可以，但係神俾佢犯錯，好叫佢成為一個鹽柱，佢成為我哋嘅警戒。我嘅話叫以古為鑑，監咗鏡。我哋睇翻啲舊約嘅人物，我哋睇翻我哋自己，個學上唔係好似羅得咁樣唔捨得走嘅。傳說呢獵人去捉馬騮。喺地下捉，掘個窿，擺個樽落去，裏邊有好多糖啊、香蕉啊。馬騮伸隻手入去就攞唔到翻出嚟。獵人嚟嘅時候，佢要做個決定，夠唔夠放手？你揸住咧就走唔到噶啦，就俾人捉。到最後你要完全放棄晒，你先可以走啦。以古為鑑嘅意思就係話，保羅提醒啲寫出嚟係為我哋呢個末世嘅人，所以自己以為站立得穩嘅，需要謹慎，免得跌倒。每一次我睇羅得嘅老婆上鹽柱，我都俾自己好大嘅提醒，我主啊，求你憐憫我，因為如果唔係你嘅憐憫、你嘅恩典，我都會變成羅得嘅妻子一樣。我記得幾年之前喺度講過認識傳遞嘅福音，我講到
嗰時候我用呢個得救嘅字咧，其實又唔係好正確。佢就問你得救咗未啊？我得救咗啦。我以為得救就係你舉手決志、洗禮、受浸。大家知道聖經嘅教導，得救係一個過程。我憑着信心相信，因為我接受耶穌基督喺十字架上嘅救贖，我相信我將會被得救。呢個係信心嘅話語。但係呢個係過去，而家現在，我憑着神嘅靈嘅恩典，我繼續能夠成聖，繼續喺得救過程當中，直至到將來聖靈令我從死裏復活，我榮耀嘅身體領受天父嘅獎賞同稱讚。呢個就係我真正嘅得救。各位唔好以為你曾經做咗決志，你受咗浸，你就可以放肆。我哋而家成聖嘅階段，我哋嘅目的係得榮，亦都係講呢個，亦都係羅德妻子達唔到最終嘅目的。大家要記得睇天路歷程，你睇到呢個基督徒，佢嘅生命就係一場忍耐到底嘅賽程。佢剛剛踏上呢個天路，向住呢個上帝之城去前進。但不久佢變咗一個沼澤，叫憂沼啊！佢被呢個恐懼、罪疚、軟弱、精神抑鬱、擔憂去牽連。但係當中佢要繼續去前進，用信心去學習。到咗遇到一個人叫底馬，呢個佢話：你嚟啦，去到呢個銀礦嗰度咧，你就有今生嘅財富啦，享受榮華富貴。到最後佢曾經就有試探，佢想翻轉頭，因為呢個十字架道路太過辛苦，佢想翻去滅亡。正如以色列人喺曠野，佢話不如我哋翻去埃及就好啦，太辛苦啦呢度。就反思最後，主耶穌引用羅德嘅妻子呢個例子，表明我哋要跟隨耶穌基督嗰種重要性。主耶穌對門徒講：你要回想羅德嘅妻子。當主耶穌用羅德嘅妻子作為對佢門徒嘅警告，應該現今有咩警醒同提點？主耶穌佢以身作則，曾幾何時喺曠野面對撒旦嘅試探。你嚟到呢度做王啫，你鬼貴我將全部嘅金銀富貴慢慢俾晒你。主耶穌話：撒旦退開我開吧，你係絆我腳嘅，因為你唔體貼上帝意思，只係體貼人嘅意思。當主耶穌向佢門徒講到佢將要去十字架，被釘死，被文士殺害，彼得嚟到佢：主啊，唔好咁樣做啊！你主耶穌對佢講話：撒旦退開我吧。因為當時彼得嘅心思意念係俾呢個世界嘅王所控制住，佢要體貼人嘅意思。咁就講從肉體嘅角度睇，有邊個人唔體貼人嘅意思？有邊個唔中意自己有榮華富貴享受，唔使受苦啫？問題唔係我哋覺得呢樣好嗰樣唔好，而係我有一個問題，我哋好似嗰隻馬騮咁，一方面我想裏邊攞裏邊啲嘢去食，另一方面我又想逃離個獵人嘅追捕。我哋既要，我哋又要，我魚與熊掌，我以為我哋可以兼得。好多基督徒佢去到呢個十字架路口，佢做一個決定：一係我全心全意跟隨基督，一係我要跟隨呢個世界。好多都唔願意做嘅決定。佢哋喺十字路口度起個帳幕，佢以為住喺嗰度兩方面都可以得到。佢句話叫一腳踏兩船。而主耶穌話：手扶着犁向後看，不配進神嘅國。佢係神嘅恩典，你可能都會進到神嘅國，但係你係不配，你唔會得到獎賞，唔會得到稱讚。一子錯滿盤皆落索，唔係幫佢打麻將，係幫捉棋。本來一幫好好嘅棋，但因為你一步行錯，結果冚唪唥輸先過。我諗大家1月份都聽到個好驚人消息啊！對我嚟講都見怪不怪。Philip Yancey 有冇睇過佢書啊 ？Philip Yancey 嘅書有冇睇過？呢個好出名嘅美國嘅福音派作者，佢過去嘅書銷售1700萬冊，英文唔計嗰啲翻譯。但係上個月佢承認佢有個婚外情，而家佢退落嚟，佢唔再會寫書，唔再會有講座，而佢以前所寫落嘅嘢都會有個瑕疵喺裏邊。佢就成為一個嚴處，成為我哋嘅警戒。唔係話我唔會好似佢一樣，靠住神嘅恩典，我可能會逃避嘅試探，亦都係我主禱文寫要祈求，求主寬恕我哋罪，求佢脫離我試探，脫離我惡者。
人生應用結束今日講道，外貌打第一，時時刻刻我都求聖靈去監察我內心嘅意念，就好似個 X-ray 咁樣，我哋唔知裏邊有冇問題，我要去檢查一下。正如大衛詩篇139篇，佢話神啊，求你監察我，知道我心思，思念我，知道我意念喺我裏邊有冇惡行沒有，引導我走永生嘅道路。佢要求聖靈嚟幫助我哋測試，喺未測試臨到，喺未試探臨到之前，我哋嘅心靈得到釋放，唔係好似羅德嘅妻子一樣，當測試嚟到佢就肥咗腦。外貌打第二，令我開始講到之前，我面對死亡嗰5分鐘，我係呼吸咗人生最後一口氣。當你面對死亡嘅來臨，你要學習去面對，唔係話到你死嗰陣先學習，係而家就要學習。每一日每一時刻，你要明白到你嘅生命嘅主權喺上帝裏邊。保羅佢話：我哋更願意離開身體與主同住。如果保羅知道仲5分鐘佢又會離世，我諗佢好開心。各位有句話，司馬遷曾經講過：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又輕於鴻毛。當我面對死亡嘅刻，我要問：究竟我哋係咪好似保羅咁樣？無論住在身內，離開身外，我哋都立要志向，要得到主嘅喜悅。無論係生係死，無論係我要見主面，或者主要留喺我哋繼續去服侍佢有需要嘅人，我哋嘅心志係要取得主嘅喜悅。如果係咁樣嘅時候，試探嚟到，死亡嚟到，你唔需要再擔憂，你就會有保羅嘅喜樂。我咪打第三，如果憑住信心去仰望主嘅恩典憐憫同保守。各位點樣去相信你要信得救咧？你憑住信心依靠上帝嘅憐憫喺耶穌基督裏邊嘅恩慈，同樣你喺一個成聖嘅過程當中，你同樣要仰望神嘅保守。各位，我哋嘅權利係要有義務。喺猶大書一本好短嘅書，只有1章。猶大提醒佢話：提醒親愛嘅弟兄啊、姊妹，你要喺至聖嘅真道上造就自己，呢個就係你嘅義務。喺聖靈裏邊禱告，呢個係你嘅義務。你要保守自己常在神嘅愛中，呢個係你嘅義務。你要仰望我哋主耶穌基督嘅憐憫直到永生，呢個係你嘅義務，呢個你要做嘅嘢。但係跟住佢話：哪能保守你哋不失腳，叫你哋無瑕疵，歡歡喜喜站喺佢榮耀之前？我哋讀一個救主耶穌，呢個就係恩典，係上帝嘅保守，我哋先至可以喺佢面前站立得穩。而當我做晒所有要做嘅嘢，我只可以一句禱告就話：So help me God。因為大家都被上帝話語所激勵，我明知，大家一齊嚟禱告。主上帝，我感謝你藉着羅德嘅妻子呢個反面嘅教材，再次提醒我哋警醒。佢成為鹽柱，唔係因為佢嘅道德比我哋差，但係主你嘅恩典要用佢嘅例子嚟提醒我哋。正如早期教會，你點樣去用一對夫婦嘅貪婪去欺騙聖靈去提醒當時嘅教會。主你用不同嘅人物，牧者又好，基督徒領導者又好，佢嘅跌倒再次提醒我哋，我每個人每一日都靠住你嘅恩典去過活。求你保守我哋，因為你恩典嘅憐憫，為你聖名嘅緣故，唔好令到我哋成為其他人嘅絆腳石。反過嚟，求你恩典憐憫，好叫我哋成為其他人去認識耶穌基督嘅踏腳石。聽我哋禱告，皆奉嘅救主耶穌基督嘅聖名。阿門。